你每年洗面、護膚、抗衰老使咗成萬蚊，點解塊面都係仲係越嚟越差？因為你根本就同自己個荷包過唔去，喺度交緊智商稅啊！主流嘅審美觀灌輸俾你嘅過時偏方，正係逐步咁摧毀你嘅皮膚同埋自信啊！歡迎大家嚟到 Your Style Recipe。喺呢條片入面咧，我會用5分鐘嘅時間，徹底去打破一啲主流營銷嘅一啲大話。我會用15條顛覆你認知嘅生物學底層邏輯，由內到外話俾你聽，點解內部發炎同埋骨骼結構先係關鍵。如果你想唔使冤枉錢就實現真正嘅形象大改造咧，跟住落嚟嘅每一個字你都絕對唔可以錯過啊！首先咧，我哋就嚟剖析第一大部分啦，就係皮膚同埋抗衰老。第一個真相，皮膚嘅好壞咧，90% 其實係取決於你內部發炎，唔係護膚品。貴價精華好多時候咧，其實只係幫你做到一啲表面嘅功夫啦。你必須咧戒咗一啲精製糖同埋一啲高 Omega 6嘅植物油，去減少你身體嘅慢性發炎，皮膚咧先會自然透亮嘅。第二，防曬先至係地表最強嘅抗老手段。紫外線嘅 UVA 咧係會直接穿透你真皮層，破壞膠原蛋白，所以唔做好防曬咧，你搽任何貴價嘅護膚品咧都係嘥氣。第三，洗面奶其實唔使慳㗎，溫和咧先係最重要。如果你盲目追求洗完面勁乾好清爽嘅一啲強力潔面乳咧，反而佢會徹底咁破壞你嘅皮膚嘅一個皮脂膜啦，導致你越洗越油，敏感泛紅喎。第四，骨膠原食落肚咧就唔等於補到塊面嘅，真正要合成膠原蛋白咧，其實你需要嘅係一個足夠嘅優質蛋白質啦，維他命 C 再加埋充足嘅睡眠。第五，眼紋同埋黑眼圈最大嘅元兇咧，其實係糖化，食太多糖咧反而會令體內嘅糖分子同埋蛋白質結合，令皮膚失去彈性同埋變黃㗎。第六，瘋狂敷面膜反而會加速你皮膚衰老，角質層過度吸水會變得脆弱，破壞屏障。所以咧，日常護膚只需要3樣嘢，就係溫和潔面、保濕乳液、日常防曬，其餘咧好多其實都係一啲 marketing 嚟嘅啫。跟住落嚟嘅第二個部分啦，我就想同大家 share 下一啲關於日常習慣同埋隱形嘅一啲毀容陷阱啊。第7個 tips 就係戒奶製品咧，其實係對於改善暗瘡係有好大嘅幫助嘅，因為牛奶入邊咧嘅荷爾蒙啦，同埋生長因子咧都會刺激到我哋嘅皮脂分泌，咁咧係好多人會反覆生痘痘嘅一個隱形兇手嚟嘅。第8，早瞓咧其實真係會回春嘅，晚上嘅11點到凌晨2點咧係修護細胞嘅旺盛時間啊，捱夜咧係會令到你個皮質醇飆升，導致咧皮膚暗啞毛孔粗大㗎。第9，淋巴引流或者按摩咧，其實係可以改善我哋浮腫。如果你可以每日花5分鐘用正確嘅手法去幫你個面部做一個淋巴排毒咧，其實可以迅速咁消到水腫，輪廓即刻清晰晒喎。第10，潤唇膏咧記得唔好成癮啊！市面上咧其實有好多平價潤唇膏咧都有刺激成分，會令你個嘴越搽越乾㗎。用純嘅凡士林啦，或者一啲天然嘅乳木果油咧，其實反而係最有效喎。第11，頭皮抗衰老同埋面部咧係一樣重要噶。當你個頭皮鬆弛1mm，面部就會下垂1cm，所以定期做頭皮清潔同埋按摩咧，先可以預防到呢個面部嘅皮膚鬆弛噶。然後就係講最容易俾人忽略嘅第3個部分，就係呢一個骨骼結構同埋身體代謝嘅一個細節啦。第12個 tips， 戒咗側瞓咧，其實可以減少皺紋啦。長期側瞓或者趴喺度瞓咧，其實你個面咧係會俾枕頭嚴重擠壓啦，令到你虎紋同眼紋嘅不對稱加深嘅主因嚟㗎。仰睡咧先係最好嘅抗老睡姿。第13，如果你用口呼吸咧，係會破壞咗面部嘅骨骼結構。長期用口呼吸咧，係會導致下巴後縮啦、面型變長啦、牙齒唔齊。所以咧，訓練自己時刻用鼻呼吸，你嘅面相咧其實係會越嚟越靚㗎喎。第14，飲得多水咧唔代表皮膚好，飲水過多，但係你冇補充到電解質啦，例如鉀啊、鈉啊，水分咧只會直接排出，係唔會去到你個皮膚細胞㗎。飲暖水或者加少少海鹽或者少少電解質嘅水咧，先係真正有用嘅。今日分享呢15條嘅冷門生物學變靚知識，你平時唔知有冇唔小心踩咗幾多個雷呢？如果大家都覺得呢條片幫到你，又想知多啲關於變靚同個人形象嘅知識呢，咁就記得 like、subscribe、comment 我哋 Your Style Recipe 啦。咁我哋就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